大家好，我係你嘅瑜伽導師 Elaine，今日會教大家做一套預防結節嘅 Grounding Yoga，一齊跟住我做啊！Ujjayi Breath 勝利呼吸法，鼻孔吸氣，鼻孔呼氣，喉嚨定有少少聲嘅。頸部伸展，手撳太陽穴，左手拉開嚟，呼氣壓落去，感受左頸側有拉緊。換邊。Cat and cow， 手同膝頭響地 all fours， 我哋吸氣，肚仔落地，下巴往上提，拉開後腦，呼氣，收肚拱背 cat， 含胸，捲尾骨，吸氣，向上望，膊頭離開耳仔，呼氣，拱，肚臍收去背。揾返中立脊柱 ，Extended Puppy， 我哋屁股保持喺膝頭上方，手臂打直向前，然後額頭可以落瑜伽墊。如果拉感好夠，請你停留喺呢度。做到多少少呢？下巴心口往地板沉落去，眼望手指公中間，深呼吸。腳比力向前，肚仔大髀趴地，我哋會揾 Sphinx Pose， 手踭喺我哋胳肋底下邊，推實落地，膊頭往後往下沉，頸有空間，然後下巴稍微往上抬，再一次感受頸喉嚨有伸展，放鬆落嚟。我哋會跪喺地，揾 camel， 膝頭 hip 咁闊，手托實背，夾手踭，膊頭往後拉，心口打開，吸氣，心口脹起嚟，呼氣輕輕挨後。如果你覺得頸唔舒服，請你保持眼望前方。如果可以做多少少，仰向後。繼續喉嚨有伸展，吸氣，收下巴，坐返落腳踭，先喺度揾兩個呼吸，瞓落地下揾橋式。set up 腳係 hip 咁闊，腳趾頭指正前方，背脊響地，我哋等間膊頭會黐實地啊！呼氣，捲尾骨推高個 hip 上去，大髀要用力嘅，雙手扣住響背脊，將膊頭往內收，手臂想黐埋，同時握落地，我哋個心口推向下巴方向。吸氣，解開，落返嚟。我哋準備進入 Fish Pose， 腳會打直，保持 hip 咁闊，手踭握地，推高上半身，先響度，膊頭往後，離開耳仔，心口推高，打開，呼氣，慢慢往後仰，俾我哋嘅頭掂到地下。保持住手撳實地，
想俾心口推上天花板，有好多空間。吸氣，收下巴，瞓返落地。鋤頭式 plow pose， 我哋會將雙腳帶到頭頂後方地下。呼氣，手托住背，腳趾頭踩地，屁股帶到膊頭上方。你可以揀 hold 住呢度，做多少少，手踭再夾實啲。吸氣，腳趾上天嘅 shoulder step， 見到啦。眼睛望住肚臍或者大髀內側，保持住呼吸順暢，先俾腳趾頭踩返地，去到鋤頭式，手近地，慢慢捲返身體落嚟。喺度做幾個深呼吸。今日同大家做咗啲預防甲狀腺結節嘅 yoga。如果仲想知道多啲，記得 follow 住我哋。下次見。